唔知咧你有冇聽過？你永遠都賺唔到咧你認知以外嘅錢。呢個話咧，可能你聽過好多次啦。但原來90%以上嘅人咧，淨係知道表面，從來都搞唔清楚點解你咁努力搏命揾嘅錢，你嘅財富咧永遠都係原地踏步。其實咧答案係好簡單。咁啊就好似咧喺實驗室入邊咧嘅跳蚤，原來咧一早咧就俾你嘅認知鎖死咗咧你嘅金錢。大家好，歡迎咧翻到嚟快樂商道，我係 Penny 徐王希志。咁今日咧，我想用一個古仔咧，同大家拆解認知同財富嘅關係。科學家咧將彈跳力超過自己身體咧幾百倍嘅跳蚤放入咗個玻璃樽入邊。一開始嘅時候咧，佢哋輕一跳咧就能夠咧出到呢個玻璃樽。但係當個蓋吸埋咗之後咧，就發現咗每一次啲跳蚤咧都會撞到個頭。咁啊，久而久之咧，佢哋慢慢就降低咗自己嘅高度。啱啱好咧掂到個玻璃蓋就好啦。後尾竟然將個玻璃蓋拎開咗之後，啲跳蚤咧仍然咧即係去翻原來嘅高度，永遠都冇辦法咧跳出呢個玻璃樽。咁樣咧就係大多數嘅人嘅真實寫照。你嘅認知就好似呢個無形嘅玻璃蓋咁樣，就算咧嗰啲嘅束縛一早已經拎走咗，你永遠都突破唔到自己嘅思維上限。當你細心觀察咧，你就會發現啊，幾乎咧你所有嘅焦慮嘅來源都咧匿埋咗認知入邊，特別係財富焦慮。幾乎咧所有人嘅頭號困擾，但點解大家都會糾結啊？成日諗點解賺唔到錢啊？呢個方法點解唔得啊？特別係呢幾年啊，人到中年，但係咧大家都忽略咗最核心嘅問題，就關於財富嘅問題，喺本質上面就係認知嘅問題。就好似一本書咗好多年噶啦，富爸爸窮爸爸咁樣，最經典嘅差異就係窮爸爸會相信人努力讀書揾份好工，要安全就會賺到錢。一世人咧都會困喺打工入邊嘅循環，而富爸爸咧佢就會講，揾錢嘅核心係提升能力，你要用錢去賺錢，唔好咧用時間獲取金錢。所以你再睇下喺其他投資領域，好多人咧就會瘋狂咁鑽研邊一隻股票係好嘅，大家都想去靠技巧，靠點樣睇啲陰燭陽燭去賺快錢。但投資大師查理芒格咧佢就會講，調翻轉你要先做好咧風險管理，諗清楚唔好投資啲乜嘢比投資啲咩咧係更加重要。所以認知嘅高低嘅差距，從來都唔係咧你努力就能夠做得到，而係咧喺個思維嘅維度當中，低認知嘅人咧就會覺得，我要索取要多啲，我要多啲，就驚蝕底。高維認知嘅人咧就專注喺創造價值、規避風險。更加殘酷嘅真相係，你永遠都賺唔到咧認知以外嘅錢，除非你靠運氣。但係靠運氣賺翻嚟嘅錢咧，最尾都會咧你靠實力輸開晒翻去。身邊咧好多人咧都係比比皆是，有人跟風炒比特幣、炒黃金，靠風口揾到一筆，但係因為冇足夠嘅認知，最尾咧都將你多年累積翻嚟嘅財富輸得一乾二淨。有人嘅事業取得一啲階段性嘅成功，就以為咧自己能力超群，好似咧我當年做廣告咁樣，又或者咧可能咧把握到一個紅利、一個風口揾到一筆錢，但係最尾運氣離開咗，先發現自己嘅能力根本就撐唔起曾經擁有嘅財富規模。但係咧喺呢度咧想講最大嘅誤區就係，原來90%嘅人咧都將知識當成認知，以為我讀多啲書、學多啲唔同嘅工具就能夠提升認知。咁啊兩者之間咧其實有差天共地嘅差別。咁啊先講講知識先啦。其實咧係社會咧想令你咧成為咧呢個機械螺絲入邊嘅一個工具。例如你一個醫生，咁你就會專門學習西醫嘅方法，學開刀、學睇症。你打工仔嘅話咧，就會專心學習辦公室嘅軟件、做生意嘅技巧、AI 嘅工具。呢啲嘅知識只能夠咧喺短時間入邊咧令到你崗位上邊得到正常嘅運轉，但係咧冇辦法咧幫你突破現狀。就似你到醫生咁樣啦，做咗10幾年嘅臨床經驗，每日咧重複咧咁睇病，開刀嘅流程，從來都冇諗過，其實我而家嘅西醫嘅醫術係咪真係萬能嘅咧？究竟我做呢份工作咧係咪真係能夠幫到我想幫助嘅人？你發現咧有啲西醫啊，做到某一日咧，突然間有個醒悟，發現咗原來我嘅知識其實咧只不過係工具人，最尾咧幫唔到咧我好想幫助嘅病人，最尾咧就轉行轉跑道。咁呢啲就係咧當你累積知識到一個點嘅時候，去到提升認知嘅一個跨越。而我哋講嘅認知係咩咧？係你真係會發掘事物嘅底層邏輯，你會去諗咧點解要做，同埋咧點解唔做。好似咧喺哲學家咁樣，窮其一生嘅時間咧都喺度問人活着嘅意義係啲乜嘢？因為你再多唔同嘅方法都唔能夠匹配你想做嘅嘢嘅時候，咪浪費你嘅時間啦。好似佛陀，
佢會咧捨棄佢嘅榮華富貴，反思咧乜嘢嘅生活體系咧先係能夠達到真正嘅圓滿。從來都唔會盲目追隨呢個規則，唔會咧俾其他人嘅諗法綁架。呢個先至係真真正正嘅認知提升。所以咧，我哋有一個叛逆青年，大部分人咧其實咧都會過住毫無認知提升嘅重複生活。點解要結婚？因為爸爸媽媽都結咗婚咯。你有冇諗過咧？點解要供 MPF 咧？可能因為政府嘅規則咁樣做。點去打工？因為你朋友打工咯，你兄弟打工咯。我哋從來都冇停落嚟去思考一下呢啲嘅選擇背後嘅原因係啲咩？係咪真係咧合適你自己？呢個咧就係個原因，你永遠都賺唔到你認知以外財富嘅根源。咁啊，去到最尾好多人咧都知道，喂，Penny Sir，我知道要提升認知嘅重要性，但落地究竟係點做嘅咧？因為從來都冇人教過我，有一個系統、一個藍圖，幫我手把手咁去做到呢件事。咁所以咧，麻煩呢條影片咧，你要睇到最尾啦，因為咧，我會將一個落地嘅方法、認知提升嘅藏寶圖，專門咧係針對財富嘅突破。普通人你跟住做咧，就能夠咧揾到一個突破點。第一步亦都係咧最重要嘅一步，破圈。你發現咗咧，你嘅認知永遠咧都冇辦法超過咧你所在嘅同溫層。你身邊嘅朋友嘅思維、同事嘅經驗，幾乎會發現同你差唔多，所以你發現咗大家嘅幸福、財富嘅水平都好難突破。所以如果你今日想從百萬級別提升到千萬級別，你就主動咧去學習有千萬富翁嘅思維，千祈咧唔好學人哋嘅技術啊、諗法啊，嘗試去睇下芒格、納馬爾、格西老師咧呢啲人攞到結果嘅著作。你發現咧，佢哋講好多咧，都唔係講技巧，可能係講一啲關於底層邏輯，甚至乎咧係人性嘅嘢。比如芒格會講，首先係唔好犯錯，唔好去貪求短期利益。格西老師會同佢講利他主義，點樣透過令到世界嘅人成功，讓自己成功。呢啲咧都係能夠幫你突破財富嘅上限，永遠都係高維者嘅思維，而唔係咧喺同溫層入邊啊，同你講一啲雞血嘅説話。好，第二步要學習同埋使用。揾到值得學習嘅對象之後咧，記住唔好淨係花時間去學習，每日要抽一啲嘅時間睇佢哋嘅視頻又好，睇佢內容都好，慢慢咧去吸收佢哋嘅思維方式。正所謂咧，欲速則不達，一啲咧咁艱辛嘅思維模樣咧，應該慢慢咧去吸收，千祈唔好心急。但係同樣地，唔好咧淨係聽唔用喎，只要咧將學到嘅知識落地應用咧，先至能夠變成體驗感受，最尾內化變成咧你自己嘅生活體系。只能夠將知識變成認知，去到咧我哋叫做知行合一。第三個咧都係最關鍵嘅一步啦，將學做教，反而咧變成咧學教做。咁啊係咩意思咧？就係好多人咧都會質疑，喂，Penny Sir，我明啦，我哋學咗一樣嘢，做咗成功，再分享俾人，好正常噶噃。就好似咧心理學嘅一個結論去講話，你要咧能夠講得出你做出嚟嘅嘢咧，先係真正咧你學識一樣嘢。就好似咧我呢段時間拍咗好多唔同嘅 YouTube 片，我就發現咗咧，我每次輸出嘅時候，正先能夠咧證實咗我輸入嘅知識咧係得到一個轉化。就好似咧我好中意嘅一個咧記憶學嘅老師，佢每次做完課程之後咧，最尾咧都要求學員你要分享翻今日你學到視頻嘅內容3個要點。呢個原來咧就幫你咧去梳理你嘅思維，加深你理解嘅過程，你嘅認知能力咧自然咧就會跟住有所提升。當然啦，我唔係叫你喂淨係去分享唔做，其實分享同落地踐行咧係缺一不可。但係先分享再踐行，會對你嘅知識掌握度咧會比別人快幾倍，甚至乎幾10倍。所以點解有個方法論叫做學教做，或者學分享做。咁啊，最尾咧再俾大家咧2個超落地嘅小技巧，嚟自咧 Casher Michael 嘅實踐經驗，能夠將公司賣俾華倫巴菲特，亦都咧將種子法則咧去分享全球，影響30幾個國家，10萬幾人每一年啊都去學習嘅一個體系。跟住咧，普通人咧只要跟住照做，就能夠提升到咧你嘅學習認知狀態。好，第一個方法，臨瞓前30分鐘喺冇干預嘅情況之下咧去讀書。臨瞓前嘅30分鐘唔好再碌手機啦，將所有影響你大腦嘅電子產品搬出你嘅房間。然之後咧，去讀一啲嘅經典，咁啊注意喎，呢度咧去睇嘅內容咧係吸收一啲高維嘅智慧、哲學嘅書籍。咁啊第二點咧就保證自己咧有8小時嘅睡眠。
10點半咧就好想就瞓覺啦，6點半咧起身，用好好嘅狀態去支撐你嘅認知提升，因為清晰嘅大腦先至能夠咧保持，令到你有更好嘅邏輯思維，去將你學到嘅知識去拆解。最後咧，我想話俾大家聽咧，認知嘅突破從來都唔係咧一嘢就搞掂啦，需要透過突然嘅 aha moment，就好似靠系統、靠方法持續咁踐行。記住，真正嘅認知提升咧，個過程一定會令到有啲唔舒服啊，同你咧嘅世界觀有啲衝突。就好似巴菲特咧都講過，股票咧最少要持有3年。芒格咧去同啲人講話，喂，唔識嘅領域咧，千祈就唔好掂。呢思維咧同我哋慣性認知咧正正係相反。但係咧正正係呢一種唔舒服，先代表你就好似個跳蚤咁樣碰到你嘅天花板啦，先至代表你正喺度突破緊你自己認知嘅玻璃樽。由今日開始，試下咧打破你自己嘅圈層，每日花30分鐘時間學習一啲高維嘅諗法，學到一啲就分享一啲，慢慢咁踐行。當你嘅認知維度提升，財富嘅累積只不過咧一個水到渠成嘅結果。如果你都俾財富焦慮困擾，覺得咧自己嘅認知一直咧都冇突破，歡迎你喺評論區入邊打認知突破，我將會咧抽選5個粉絲，幫你分析一下咧你嘅財富認知卡點喺邊一度。咁啊，記住訂閱同埋關注啦。下期咧我會同大家拆解更多關於認知提升嘅底層邏輯。下期見，拜拜。如果你中意咧我呢條視頻，記得 like 同埋 share 俾你身邊嘅朋友。我每星期咧都會同大家分享一啲新嘅內容。如果唔想錯過嘅話，記得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啦。